大亮点就是裸视3D 沉浸式体验、AR 扩增实境以及那个 AI 沉浸式体验，还有3D 的地贴，这些都是着重在视觉的效果。我们希望让大家来玩的时候能够因为这些视觉的特效，然后会想要做拍照，然后或者录影，然后再上传到个人的社群媒体，来达到一个扩散的一个效果。这个科艺之旅当中，我们设计了很多首次在台南出现的裸视3D 的这个视觉效果。除了用昆山这个地名去延伸出这个大禹的祝福这一个主秀之外，另外我们还运用了台南的这400年来著名的一些古迹，做成一个古迹的列车，然后带大家遨游这400年。还有大家最怀旧的，就是比如说台南小时候大家在玩的童玩，比如说这些打弹珠啊、俄罗斯方块啊、铃鼓啊、小鸭啊，我们把这些玩具跟童玩融合在我们的裸视3D 里面。在我们的沉浸式体验里面，我们除了回顾400年来的这些古迹之外，我们还让大家看到了从以前到现在的台南这些年来的这些演变，然后所以变成说我们利用一个时间跟空间的维度，从400年前的台南一路回顾到未来的台南，我们发出一个讯号，告诉大家说未来的台南应该是长成什么样子。然后结合了比如说跟台南有关系的这些音乐人，然后这些文化古迹的内容、自然的场景，融合在这次的科艺之旅当中呢，希望大家更认识这400年来台南的变化。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看到我们台南跨世纪科艺400科艺之旅哈，那充分显现了这个我们用一些科技可以从我们过去回溯过去，一直到看到现在，一直到展望未来。那尤其是对自己的名字来做长头诗，我相信很多市民，我觉得一定会觉得很新鲜。好，那用自己的图像来经过生成式 AI 来做成这个古代的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戏剧人物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那所以说欢迎各位好朋友福老西大的带小的亲子，不管是到和乐公园或者来这边观赏我们一些跨世纪的这个科艺之旅，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好。那我相信在展期期间一定能够让很多市民朋友留下深刻印象。那不管是在哪一个在货柜屋，或者在这个裸视3D 每个小时表演4次，这些都是会让人很开心、很惊艳的。欢迎大家来到和乐广场观赏我们跨世纪科艺400之旅。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月25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往年伫农历春节期间，因为大部分的医疗院所拢休困，民众要看医生、摕药也无方便，所以台南市政府今年特别推出奖励计划，鼓励基层的诊所甲提供 COVID-19 抗病毒药剂药局，29暝到初2卖休困继续服务。另外嘛，呼吁民众爱提前摕药啊。市府为确保民众伫咧春节期间用药甲就医的便利，特别协商基层开业医师以及台南市诊所协会、药师工会、药剂师工会，伫29暝到大年初2的期间开业，提供慢性病患者，也即是一般感冒的患者，拢会当就近看诊摕药。春节期间连假蛮长的，那民众为了确保民众的用药跟就医的便利，我们特别联络了诊所协会、基层开业医师以及药师工会、药剂生工会的药局，他们也都能够开在除夕、大年初1跟初2 3天这个恢复开业能够让民众
就医还有拿药的便利能够得到确保，因为避免说有些慢性病或是临时突发性的疾病，那又不想到那个急诊室去挤，那的话，那你可以到就近在家里附近的诊所或者是就医，或者是到药局拿药，这样的话让民众更方便。由于近期寒流来袭，黄伟特嘛强调，市府嘛持续加强街友的关怀工作。对于街友的部分，会强化特别的关怀，要提供一些暖暖包，还有一些热食。那我们中间的一个庇护处所场所，也希望街友可以去入住，因为在这段，因为很多街友不喜欢去庇护场所，但是因为在这段是非比寻常、非常时期，还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善用市府的庇护场所。卫生局表示，考量到春节期间呼吸道传染病就诊的人数增加，互病医无闲袂过来，市府超前部署，加码宣布，基层诊所开设春节门诊奖励计划，鼓励基层诊所以及 COVID-19 抗病毒药剂药局，在农历春节期间踊跃开诊，互市民大众平安快乐过好年。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台南市为了减轻家长饲囡仔负担，所以向中央建议降低公立幼儿园延长照顾的收费。最近教育部国教署嘛修正补助的办法，为原本经济弱势对象扩大到所有公幼的学生，课后延长照顾每点钟只要35块，寒暑假包含餐点，上济收费2000块。今年寒假正式实施。台南市府为着减轻家长饲囡仔的负担，大力推广公立幼儿园。去年7月份，率先推出公立幼儿园延长照顾服务，一个人就当开班，照顾到下晡6点。同时向中央建议降低收费。就读公幼的家长啊，事实上他们课后的延托，还有就是寒暑假，因为他们有寒暑假，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家长在寒暑假就要自己去找他们托育的场所。对家长来讲，一个月大概算一算要将近9000以上到1万。那对家长来讲是一个蛮大的负担，所以我们就大力的提出，应该公平的对待就读公幼的家长。教育部国教署最近公布修正公立幼儿园延长照顾办法，补助扩大到所有学生，课后延长照顾每点钟只要35块，寒暑假期间上济收费2000块，就是采纳台南经验政策。全国家长拢收费。可能对那些双薪家庭的话，他们在接送小孩上面有一些弹性的空间。如果我今天有在工作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对啊，就如果我加班，小孩也不用担心说没人照顾啊。那这样政策我们这样一推了之后，我们发现，那么家长来询问要就读公幼的比例开始有提高。那我们寒假呢，那么来提供这样的服务的百分比已经达到了96%。教育局预计新制实施了后，参加延长照顾的学生将大幅增加，家长唔免阁烦恼收费收悬，对着未来公立幼儿园的招生也非常有帮助。同时保证教学品质有保障，让家长会当安心托育。台南新闻出发采访报道。农历过年将要来到，规家伙仔做伙行出户外接近大自然，是上界健康的休闲方式。大塘柳营尖山边度假村，除了美丽风景、甲真济游乐设施以外，伫春节期间，佮打造出会当走嘛会当跳的快乐游戏——春节主题活动。大塘柳营尖山边度假村，伫咧2月9号到2月13，举办泡泡跳跳迎龙年春节主题活动。现场除了有5公尺悬的大财神，以及太古迎宾祈福。初1到初4，伫大草园嘛有安排海盗船气垫乐园、欢乐泡泡秀、街头艺人表演，以及旭山小市集等，互来遮民众有食有食，阁有通耍。今年的春节跳泡泡迎龙年了哈。那这段期间除了有太鼓的活动，还有泡泡秀。泡泡秀是小朋友最喜欢的了哈。那只要是我们要增加一个亲子的活动。度假村伫过年期间，嘛有推出龙年专属优惠、新山国小校友优惠，以及台南400优惠专案等。配合我们这新山国小隔壁的新山国小，那他们所有毕业的校友
到初一到初四可以免费入园，还有我们旭山里跟南溪里这2里的一个里面在这段期间也可以免费的入园。那因为今年是那个台南400年，所以为配合我们台南的相关的活动，像蓝展啦、灯会啦，或是那个落羽松这相关的活动，如果你有了 DM 或是你活动的照片到入园到我们园区来的话，都是年票都是优惠100块。若是耍了上欢喜，无想要回去嘛无要紧。尖山比度假村嘛有大房服务，而且为29暝到初3，每一暗拢有安排知名乐团伫现场表演，还佫有真侪体验服务，就是希望互来者民众有一个欢乐难忘的春节假期。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2024月丁港灯节将伫1月27号盛大开展，邀请海内外艺术家推出5大灯区，而且佫有限量的月光寿会灯，是今年除了台湾灯会以外，一定爱去参观的灯节。随着台南400正式展开，活丁港灯节也将伫1月27号登场。以梦想将近盐水新世界为主题，规划有艺术、含农、景景、新创等5大展区，总共66件作品，同时结合有机所为创作，以及声光甲所为艺术，让这届灯节更有看头。我们有一件很精彩的作品是黑川互动的沙盒再造的计划然后这一次我们其实也有一件是来自于日本的作品然后它其实带着一个日本的文化当中很特别的锦鲤的这样的一个意象来到台湾，来到我们月津港的水域。今年灯节展期为期37天，特别限量推出造型古锥的月光寿体灯。开灯当天将邀请人气歌手魏佳莹、康健曲歌手孙盛熙，台南市长黄伟綽欢迎大家来咸水，到灯欣赏活丁港灯节的精彩作品。月津港灯节配合着月之美术馆，然后跟盐水风炮动静皆宜，在水边，在市区，那在这个龙旗灯节的龙旗光节的山区，因此呢，我想今年的台南过年期间2、3月间真的是美不胜收。活丁港灯节伫这几天创下110万参观人次，更是打造一项第一。唔单是台湾文化节庆的典范，也带动咸水的发展。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安平区建平里爱心会将伫1月27号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要帮助里来嘅收入户、病人户、甲独居的长者，每一户600块的红包甲应节的礼品。另外，大台南新百合妇女会、台南市不动产职业工会、食品职业工会甲里民嘛赞助红包、礼券甲关庙面等等做伙响应。台南市建平爱心会成立至今已经11档。爱心会每年固定春节、端午甲中秋等3节，地庄里来做册低收入户、边缘户甲独居长者，每户600块的红包甲应景的礼品。上午包括台南市不动产职业工会、大台南新百合妇女会、甲台南市食品职业工会，嘛拢主动加入爱心的行列，分别加码赠送红包甲礼券等。我们长期都是一些爱心人士来固定我们赞助，我们没有什么固定有会员制的，我们是随缘呐。但是一直来，我们都一直在落实在做所以说我们的爱心基金会越来越多今年的话，我们都是自己来，那我们都外界来，我们都算加码。像这次春节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感谢不动产职业工会，还有百合妇女会，还有饰品工会他们都算来加码。那真的很感谢他们这个3个单位来过来这次的加码赞助我们的里面的弱势家庭。做爱心这种事情呢，就是要集众人的力量啦哈，因为本来就是只有建平里的那个傅建峰副里长在做，那毕竟他的爱心延续了这么久，假如说能够有更多的那个民间企业或是社团，然后来一起的话，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些在寒冬的这个季节得到更多的温暖？人间之所以有爱，就是让我们能够多付出一份爱心，能够关怀到每一个黑暗角落处这一些不被重视的人群。
我们大台南新百合妇女发展协会，我们每一年的活动都有寒冬送卵这个活动。那这一次我们新闻建平里里长他有这样子一个活动，我们发动所有的里监事，大家都付出一份爱心。好，我们给这个建平里社区的居民，能够每一户都有600块的红包。建平里长傅建峰表示，爱心会经费主要拢是里内善心人士捐赠，对200、500到1万拢有。加上为伫里内不动产置业工会，伫去年参与里内爱心义卖，嘛捐出所有的所得，以及建平里民当时嘛是百合妇女会干事庄俊麟，嘛以个人的名义加码600块的红包40包，希望帮助建平里的弱势家庭会用个好过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根据国民健康署统计，年癌是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第1名，不止每当增加，而且台湾好发的年纪比欧美国家提早10档。加上手术切除常常让病人烦恼外观有缺损，影响治疗的意愿。所以，奇美病院针对个人尿性定做，利用乳房肿瘤微创手术，让患者伫个治疗甲美观方面袂搁再真歹选择。根据统计，年癌的患者每年新增加大约超过1万人以上。奇美病院一般甲消化系外科主治医师林佩仪表示，手术切除是年癌主要的治疗方式。不管是全部切除或者是部分切除，过去拢会留下明显的疤痕或者是凹陷，而影响到外观，甚至让患者拒绝来接受治疗。不过，随着医学的发达，现在透过乳房肿瘤的微创手术，让患者唔免再烦恼治疗甲美观的问题。但是其实有些女生不知道说，我们乳房手术在这个现在医疗环境之下，在我们微创这么盛行的时代之下，可以是一个选项。那微创的手术，它当然好处就是伤口会变得比较小，那对组织伤害破坏也会比较少。那所以这样子的处理方式之下，疼痛度会减少，那在外观上面的保留可以让疤痕缩小，然后也可以加速手术之后的愈合。那很多女生最担心的凹陷的状况，也会因为这样子的微创还有整形的术式合并使用的，如果可以这样子做合并的手术下去做处理的话，也可以减少手术之后的凹陷。那所以其实，在手术前后，我们就可以尽量利用这样子的术式来维持外观上面的自然，那也就可以减轻病患在康复之后，因为外观上面的缺陷留下的遗憾。不管是微创利用真空辅助抽吸装置来切除良性的肿瘤，或者是内视镜微创合并进行式的手术，医师拢会根据病人无同的乳房状况，设计无同的切口，不但会用将疤痕来藏起来，而且嘛会用让乳房维持较自然的外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高雄轻轨连接性移行不止改变建设居民的交通习惯，也对周边的店家产生重大影响。为伫个大顺、中正甲建国路之间的上街，都面临严重的气流问题。即马就请记者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2家灯饰的也都搬家了。一整排的店面拉下铁门，外面不是贴着出租，就是出售，甚至结束营业的公告，情况不是很理想。我背后这家日本料理也准备在这个113年1月15日要停业了。目前已经开始有几家都已经在收摊了，还有那个两边的以前那个广告招牌，几率也越来越少。这里是轻轨沿线大顺、中正与建国路中间路段，其中包括正言里及五权里。由于轻轨成员后交通管制，衍生出停车不便及车流问题，让里民及商家大为头疼。里长便希望有更好的配套措施加以改善。全部都关了，4号全部都整条街都关掉了，路也不能骑。那么远，车子要牵，无停车位啦，所有挂人客会失去啦。不能停车，暂停也不行，所以我们商家真的是受害很大，真的是不得了了哈。那造成我们停车很多的不方便。车祸常常在那边，因为直走和右转的
常常会发生问题。坐车拢是真方便吼，到学区拢是真方便，但是就是讲，互这店家造成甲足大的困扰。啊，到目前，伊已经完工啊，伊讲要做这个民庭湾，毋知当时要做，毋知影。吼，啊，我希望讲会当赶紧甲这个民庭湾做起来，互这生理人吼会当方便啦。大众运输为的是要促进交通进步与增加都市发展，如何在便民与扰民间取得平衡，值得市府单位多加思考，与民沟通，再加把劲。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路兵团随着征收了重新开放，为即马开始开放预约导览，主要时间是拜六甲礼拜，有10个人以上、30个人以下团体人数的限制，会当免费申请。欢迎大家前往参观台湾第一条清代铁路隧道遗迹。中间，今天开不开心？开心。哎，看中间，好的，然后再麻烦看右边，右边，哎，吴立琴，吴老师，来，吴老师，来，吴老师。从现场的气氛可以发现，社区以办喜事的心情来迎接刘铭传隧道的重新开放。很多人都说等好久了。活动现场贵宾云集，除了副市长邱佩玲、文化局长江庭梅，议会方面由议长童子伟率领，包括前议长宋伟立跟多位市议员都到场，共同来见证祝贺。这个市定古迹刘铭传隧道是台湾第一条的现代化铁路隧道，也是全国仅存的清朝时期的铁路遗址。现场也特别安排书法大师现场挥毫，旷宇天开，来纪念这个重要时刻。今天是家人里在办喜事，因为刘铭传隧道有135年的时间了，它是由清朝到日据时代到民国时代，那这个隧道有经过一直在维修，总算告一段落了。但是碍于交通的不方便，所以现在只有开放礼拜六、礼拜天有导览，要预约，那最多30个人，最少10个人。希望兼顾生态的保育，还可以看到基隆的历史文化的美。再一次，我觉得在这里，当我看到背后这么美的东西可以在台湾呈现，还有历史文化的故事，再看到在座的每一位，因为你们是催生者，议会是预算的通过者，也谢谢文化局这么辛苦把它完成，当然更谢谢后面的团队们。这个隧道哈，我们真的是期待又期待哈。当初也因为一些工法上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开放日期哈，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在往后延。那一直希望好难得的这么一个宝贵的一个古迹哈，希望能够呈现到最完美的一面。未来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后面军方的土地甚至可以打通到英歌里，那个美珠阿姨、美珠阿姨英歌里里长在这边，可以打通到英歌里。如果可以把这边跟英歌里的廊道串起来，甚至可以直接串到八中巴西里那边去。目前它是台湾仅存的清朝时代的隧道，那我是希望说中央能重视啊，这个古迹，那看能不能补助嘉仁里，在嘉仁里的周边再建设一些让游客来的时候可以半天的时间花在嘉仁里，这样才有前景。我们的嘉仁里王桂梅王里长跟我们安乐区公所其实也非常用心，因为这一个刘铭传隧道一旦开放以后，我们希望可以延伸它的观光价值，所以也有研究了我们这一条就是整个嘉仁里、崇德路等等这个山的步道要来怎么样来规划。我们安乐区的崇德路以前就是清朝铁道的路线，这可以是我们说是我们城市非常珍贵的纹理还有记忆，应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刘铭传隧道旁的登山步道也可以直接攻上我们的狮球岭炮台，最完整的俯瞰我们基隆港山海城的一个景致。所以我们将刘铭传隧道与狮球岭炮台，如果两者串联，让基隆的战争史、交通史、城市发展的历史也可以更加立体。据了解，市定古迹刘铭传隧道当时在公共安全的考量下，98年起封闭隧道。文化局在108年进行古迹修复工程，111年接续进行光环境以及入口意向的形塑计划，终于在今天重新开放。未来采预约导览方式参观。
目前服务时间是星期六、星期天，而预约导览的表单可到基隆市文化局网站下载。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25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